節目開始前，邀請你加入成為會員，支持我哋，使我哋嘅事工更往前。好，歡迎大家咧，再一次翻到嚟輕談淺唱詩中詩。呢一次咧，我就要同大家睇詩篇第19篇。其實詩篇19篇咧，我就俾咗又係4個字就係叫做榮耀上帝。詩篇19篇同榮耀上帝有咩關係咧？不如我哋首先嚟到睇一睇詩篇19篇第1節到第5節講乜嘢啊？大家如果喜歡嘅話，你可以咧同我一齊讀出嘅。嗰度話：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上帝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各位有冇留意到呢5節嘅經文係講緊諸天穹蒼？換句話講，係講緊整個嘅宇宙，整個宇宙都係上帝所創造。呢個被創造嘅諸天穹蒼，呢個嘅宇宙被造有一個嘅目的，就係嚟到述說上帝的榮耀，傳揚佢嘅手段。換句話講，原來宇宙嘅存在係為咗要表述上帝嘅榮耀出嚟。大家如果稍為安靜一下，嚟到去觀看呢個星空，特別喺晚上嚟到觀看嘅時候，或者你睇見高高嘅山，茫茫嘅海，有可能你都發覺到真係上帝好犀利，佢所創造嘅呢個宇宙係何等嘅偉大，何等嘅奇妙。如果根據一啲天文學家佢哋嘅研究，佢話咧整個嘅宇宙有幾大咧？係有1000個銀河系，亦都係話有100億咁多粒嘅星體。大家想像一下，呢一個嘅偉大係咪都俾我哋哇一聲話哇，上帝你真係確實係奇妙可畏、偉大無窮。咁當然詩篇咧就冇講到咁多嘢嘅，佢只係俾我哋見到嘅嗰個嘅宇宙嘅奇景，讓我哋去睇到佢哋嘅存在，就係要榮耀上帝。不過咧，如果大家再睇詩篇，再睇落去嘅時候，你會從第12節同埋13節嗰度咧，又會睇到原來上帝除咗做宇宙萬物之外，聖經嘅記載就話佢都做咗人類。你知唔知佢所做嘅人類出現咗咩問題咧？請大家睇第12節同埋第13節啦。佢話：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求你攔咗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其實單單呢2節嘅經文，我哋就
嚟到去明白喺羅馬書3章23節所講嘅，就係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嗱，所以即係喺詩篇19篇同頭嗰5節對比起嚟，即住話諸天穹蒼係要述說上帝嘅榮耀，要你榮耀上帝。而世人係點呢？本來按照上帝嘅形象，本來滿有上帝榮耀嘅一班嘅人，變成點呢？就係虧缺咗上帝嘅榮耀，冇辦法再榮耀上帝，或者就係話喺上帝面前，我哋都有虧缺，我哋都唔合格啊！我哋冇辦法咧嚟到去榮耀上帝。大家不過唔好灰心。點解唔好灰心呢？詩篇19篇俾咗一個嘅秘訣我哋，點樣可以讓世人本來係按上帝形象所做嘅一班嘅世人，可以恢復翻，可以有能力嚟到榮耀上帝呢？咁我哋就要由第7節咧開始嚟到睇起。佢話耶和華嘅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嘅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嘅訓詞正直，能快活人嘅心；耶和華嘅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傳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着這些，便有大賞。原來上帝為咗要幫助人可以嚟到去有能力嚟到榮耀佢，佢就賜下佢嘅話語，佢嘅話語能夠甦醒人心，佢能夠使愚人有智慧。呢個甦醒人心好重要啊！原來咧，上帝可以俾我哋恢復翻本來咁樣嘅本相。我哋本來有嘅良心，以致我哋有智慧嚟到去敬畏上帝。聖經話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我哋能夠承認翻佢係創造嘅嗰一位，我哋係屬於佢嘅，我哋嘅責任就要到榮耀翻佢，有翻呢一份嘅智慧，並且有翻行事為人嘅智慧。各位親愛嘅朋友，各位主裏邊嘅弟兄姊妹，上帝嘅說話有冇幫助過你能夠得着甦醒，得着智慧呢？更加重要嘅就係原來上帝嘅說話唔單止幫助我哋能夠甦醒過來，能夠行走義路，能夠有智慧嚟到去按照上帝嘅心意嚟到行事，嚟到榮耀上帝。更加重要，第8節嗰度話俾我聽，佢能夠快活人嘅心，佢能夠明亮人嘅眼目啊！其實講真，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唔開心嗬，我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係大家知唔知道點解喺呢個常有唔開心嘅事嘅世上，我哋都能夠依然可以開心快活咁嚟到過我哋嘅一生？就因為有上帝嘅說話咯。上帝嘅說話能夠幫助人榮耀上帝嘅另一個意思，就係話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
有上帝說話喺心裏邊嘅人，竟然係可以見着颶風巨浪，都能夠好平安好氣定神閒咁嚟到過佢嘅一生。點解？從呢一個人咁樣嘅表現嘅身上，我哋又會睇到上帝確實係好犀利。要講嘅說話確實其實仲有好多，不過我又好想大家回想一下過去我哋面對呢一個嘅新冠病毒有上帝話語喺心裏邊嘅人，同埋冇上帝話語喺心裏邊嘅人，佢哋嘅分別係乜嘢？佢哋嘅分別就係佢能夠好坦然嘅嚟到去面對。我記得喺疫情裏邊，我都入咗竹篙灣，跟住又去屯門醫院，話我係陰性，又掟翻我去竹篙灣，跟住又喺竹篙灣就嚟出嚟嘅時候，竟然又話我確診咗，又掟翻我去屯門醫院，接受咗治療之後，又掟咗我去北大嶼山。話喺呢段嘅日子裏邊，其實心裏邊都有不安。不過你知唔知道，一個有上帝話語嘅人，佢雖然係 helpless， 好似好無助咁樣，不過其實佢又可以唔係 hopeless 喎，佢唔係冇盼望喎，因為我哋相信上帝必然會與我哋同在。我雖然經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嗰段嘅日子裏邊咧，我都好平安嚟到去度過。我甚至寫咗首歌，唱幾句俾大家聽呵。你是我救主，是我力量，是我避難所，是我盾牌。我知我軟弱，但你剛強。我要讚美你，直到永遠。就係呢份嘅平安，幫助咗我咧嚟到榮耀上帝。相信咧大家都明我講緊啲乜嘢嗬。咁當然啦，成篇嘅詩篇最重要嘅就係話，因為上帝嘅說話，當我哋嚟到接受警戒，我哋就會有大賞。上帝嘅說話好似精金，好似蜂蜜，好似咧係嗰啲真實全然公義嘅說話。唯有上帝嘅說話，先至能夠幫助我哋嚟到遵行真理，然後咧先至俾我哋喺呢個嘅苦難嘅人生裏邊咧，我哋得到一啲嘅甘甜。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榮耀上帝嘅出路啦。如果我哋好想能夠榮耀上帝嘅話，上帝嘅說話希望可以幫到你。所以喺最後嘅時候，好想邀請每一位同我睇埋第14節。第14節係一個祈禱嚟嘅。睇完呢篇詩篇，你就發覺到咧，你都好不其然，都好想能夠榮耀上帝嗬。不如我哋讀埋第14節啦。佢係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所以邀請弟兄姊妹同我一齊用呢一節嘅經文嚟到作為一個嘅禱告。我哋立定志向，要嚟到榮耀上帝，靠住上帝俾我哋嘅說話，我哋可以一生嚟到榮耀佢。你試下跟住我嚟到唱呢首嘅歌，我會唱2次，希望透過呢首歌，你可以同我一齊喺上帝面前立定心志，嚟到榮耀上帝。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在你面前蒙悅納。我哋一齊嚟啊！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裏的意念，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在你面前蒙悅納。願我哋一生都能夠榮耀上帝。